来继续来看高雄林雅区的新公路发生着一件情杀案，导致个男女朋友发扯。 查甫的要搁和好，查囡仔坏安尼袂得。查甫是趁查囡仔超商上大夜班的时阵，夜倒去找人输赢。两个人是先大声起冤家，尾后这个查甫的倒爷出来开始共扑骹扑手，讲前后后共刣30外刀。查囡仔是冲去外口喊救人，在隔壁厝边听到，赶紧拿迄种。 古鲁木的球棍啊，来甲动，来甲哈，这个嫌犯才离开现场。啊，讲这个33岁恐怖情人是违反着保护令，警方即摆当全力咧抓人。半名查甫人踮去超商内底，含查某店员伫咧冤家，无到1分钟的时间，小姐听甲倒伫咧涂骹，哀甲真大声，因为对方提刀一直咧甲伊扑，虽然过程想要反抗，毋过共款无效。 被害者老火老弟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警界刚上探家庭，嘛警界送去病院。伊妹妹倒伫遐老火老弟，就是无人嫁出来甲抬啦，无较有可能。来啊，手吼有粒武器爱插。 遐兄弟看到我人到，拢都停人啊走啊！看到这规个过程，厝边头尾是惊到要死，嘛紧提讲高路会求找过界吓惊，啊那到底用几什么冤仇，互伊杀人会这尔粗残？原来两个人是真男女朋友的关系。生意到变慢慢，我搞就恐怖。嘿啊，啊伊是这查囡仔的前男朋友啦。哦，这是情杀。 这件情杀案就发生在高雄林雅区新公路，半名33岁姓易的嫌犯，敢若想要甲前女朋友掠回来，趁对方上大晚班的时，就摕刀啊扑伊的骹手，扑30刀。小姐走去店外发救命，看到有人走动，嫌犯就紧离开现场。本局是追缉到案后，依杀人未遂及违反家暴法等罪嫌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。捌甲规束衫裤拢是花，唔惊人讲婴仔花，恐怖行为，互人看甲会惊。今麦警察全力调查，未来卖以违反家暴法杀人未遂罪，将移送侦办，卖紧请压起来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